这位公子，你是何人？刚才是你引起喧闹。诸位叔伯兄长，我向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夫君宁毅，字立恒。宁公子有如此才学，理应殿试高中才对啊！啊？哈哈。嘿嘿嘿。康老，咱就不绕圈子了，有话直说吧。爽快来！嘿嘿嘿，小友请看，康某人这块良田，已盖得好雨，外气园林，乃世间难得悠然之所呀。